如果等巴士嘅時候有冷氣，照計應該係好事啊。不過原來實際嘅效果唔一定完全理想嘅喎。我哋嚟到馬鞍山市中心巴士總站睇一睇，因為呢度要起第二個冷氣候車室啦。上個星期開始實施咗新嘅停站安排，消息出嚟之後，反而有啲街坊覺得嘥氣喎。我哋睇下第一個現存嘅候車室先。根據街坊所講呢，主要嘅困擾係打尖啦。雖然喺出邊見到貼晒告示，指示入去候車室入邊排隊㗎啦，但係都有相當多人話，總係有啲後嚟嘅人成日都企喺出邊，即係我而家呢個位置啦。等到有車埋站嘅時候，就即刻打尖上車喎。已經發生咗好多次㗎啦，所以搞到相當之唔鋸，甚至會嘈起上嚟添。另一個問題就係候車室嘅空間其實唔算大啦，繁忙時間咧都真係幾多人等87K 嘅，咁就會唔夠位企啦。不過當然唔會淨係得壞處嘅，候車室入邊仲有資訊顯示屏啦、有汽水機同埋幾張凳啦。相比以前淨係得幾支站柱咧，咁啊都係叫有改善咗嘅。其實冷氣候車室咧喺香港仲係算係幾少見，淨係得幾個地方先有，例如係藍田地鐵站啦，同埋觀塘裕民坊。咁嗰邊咧就直頭係成個巴士總站喺商場入邊嘅。其實趁住而家仲係試驗階段，仲有好多空間去吸收經驗嘅。咁啊希望之後喺其他車站推行嘅時候咧，可以改善下未來嘅設計啦。